大家好，我係寶血女子中學 Sapphire 學生會候選內閣嘅會長曾希彤。時光飛逝，話咁快就踏入咗寶血第5年嘅校園生活。我好慶幸中一嘅時候加入咗寶血呢個大家庭。經過老師同埋學者嘅一番栽培之後，中二級開始擔任唔同嘅崗位，例如當年嘅班會幹事、領袖生、辯論隊，仲有15-16年度學生會 Imagine 嘅幹事，同時加入咗改變我一生嘅領袖訓練計劃，由初級領袖做到 super 領袖，都令我變得更加自信，同埋學會點樣帶領一個團隊，更加有唔同嘅獎項去證明我嘅努力，例如全港少年進步獎、模範寶血人等等，都證明咗我嘅努力。我足以帶領一個團隊。喂，你玩住先係咪？ OK。大家好，我係寶血女子中學學生會候選內閣 Sapphire 嘅內務副會長施蘭嘉。喺寶血呢幾年入面，我透過參加多年嘅班會幹事、社幹事、籃球隊以及體育學會會長，明白到喺各個團體入面都擔任住一個重要嘅角色，缺一不可。我哋會仿效歷屆學生會嘅優點，並加入一啲新嘅元素，為大家帶來一個多姿多彩嘅校園生活。喂，曹海欣，我有啲嘢揾你啊！你好，我係寶血女子中學學生會候選內閣 Sapphire 嘅愛護副會長謝海瑩。當初我加入寶血呢個大家庭嘅時候，我對寶血嘅認識唔深，但係我透過每一年嘅班會幹事去吸收經驗，而且更加了解每位同學嘅需要。而且我曾擔任過2年嘅學生會幹事同埋社幹事。以上嘅職務令我學識點樣去做一個領袖，我會保持住當初加入學生會嘅熱情，將呢份熱誠承傳落去，令到我去學識點樣去爭取福利同埋服務，去成為學生同埋學校之間嘅橋樑。